飛翻放一個逃犯嘅車，司路途都冇事。點解準？劉傑輝，李 Sir，你應承我乜嘢？抗警隊自把我仲會約佢哋。你以為呢個皇家香港警隊？你咪叫開埋呢叫卑鄙？你做緊啲咩？親口同你求情，我冇話過我會放生你家罪，接話出嚟攞命。我有位女警睇死開槍，佢唔係呢個死，你會咁大反應咩？李 Sir，唔好啊！坐低把槍。你所有人同我聽住，如果劉傑輝可以繼續做你哋阿頭嘅，我就唔撚叫你文斌。你兩個癲咗啊！一個係前副處長，不正當使用槍；一個係現任處長，不正當使用職權。劉傑輝，你明知警隊勾線要經過海關入境處 ICAC 終審庭，你竟然連一份 permit 都冇，係一份都冇啊！冇啊！李文斌，你同我聽清楚，我下半世咩都唔做，淨係招呼你一個。我奉